重慶黔江區嘅黃溪鎮，一個風景秀麗、民風淳樸嘅小村莊。呢度嘅村民享受住嘅係世外桃源一樣嘅寧靜同埋祥和。佢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但係喺冇幾耐之前呢個小村莊就遭受到咗前所未有嘅侵擾。1月份嘅一個深夜，上橋村突然之間嚟咗幾個不速之客，趁住全村人喺度瞓緊覺嘅時候，佢哋鬼鬼祟祟咁潛入咗村入邊，慢慢行近咗呢度嘅一座古宅。第二日一朝早，上橋村嘅村民突然之間發現古宅入邊嘅鎮宅之寶竟然不翼而飛啊！大家好，歡迎你收睇今期嘅解密大行動。喺重慶黔江黃溪鎮嗰度咧，有一個大宅院，係當地嘅文物保護單位嚟嘅。從建成到而家數下手指100年啦。佢嘅主人係當年一個好有名嘅大地主，個名咧叫做張合興。嗱，你話呢間大屋喺100幾年前有冇賊佬幫襯過啊？我哋唔知，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喺呢間大屋真係有人入去偷嘢啊！而俾人偷嘅唔係嗰啲咩金銀珠寶，亦都唔係嗰啲便於攜帶嘅值錢之物。你嗱，喺嗰個大雪紛飛嘅夜晚，不翼而飛嘅竟然係2個漏雕石像啊！古宅被盜，令到呢個原先寧靜嘅村莊變到人心惶惶。喺驚之餘呢，個個都好嬲啊！因為石像係佢哋村入邊嘅寶貝嚟噶。那個東西我們這個黃溪畢竟是黃溪鎮寨之寶，是個市鎮，是長實田的精華所在。胡華係村入邊文化站嘅管理員，專門負責看守張氏庭院。佢做呢份工咧有8年咁耐啦，期間一路都係相安無事。然而嗰一晚雪夜嘅第二日朝早，當佢例行檢查嘅時候，佢就發現咗，哎呀，鎮宅之寶唔見咗啊！當我走到大門的時候，看兩邊的2個大象不在了。村民口中所講嘅寶貝，就係畫面當中嘅呢一個石雕大象啦。其實係2個漏雕石像，當地人稱之為柱礎。顧名思義啦，即係柱嘅基礎啊。舊陣時嗰啲大屋咧都要靠木柱嚟支撐嘅，同地面相連嘅部分咧，大多數都攞石頭嚟做基座，以起到承重、隔潮、裝飾等等嘅作用。呢個係被盜之前文物部門拍低嘅影像資料，即使係外行人都可以睇得出佢嘅工藝有幾咁靚。石像一共有4尊，2尊係石頭獅子，2尊係石頭大象。每一尊雕像嘅邊長係70公分，高60公分，重量係250公斤。呢啲係民國元年嘅作品，距離而家有成8年嘅歷史啊！當時特別震驚，因為那個張氏庭院2大象和那個2獅子，可以說是我們黃溪嘅鎮之寶。2尊石像加埋成1000斤噶噃，邊有可能話偷啊偷啊？要搬運咁重嘅嘢，的多動靜都冇。喂，管理員當時做咁乜嘢啊？點解發現唔到噶？我感覺挺納悶啦，我門關得特別好，怎麼一下又開咗呢？管理員胡華講啦，嗰日呢係新年，天上面仲落緊大雪，自己真係冇聽到咩動靜啊！第2日朝早巡視嗰陣時先發現咗側門被撬，石像被偷。佢係當地嘅文化幹事，平時又做保安又做導遊，仲係研究員添。出咗件咁嘅事，有人話佢玩忽職守啦，亦都有人話佢監守自盜。胡華個心入邊啊，真係好難受。當時呢，人們呢都很氣憤他，氣憤這個管理人員沒這個管理得好，沒看管得好。睇到呢度，或者有人會講啦，阿切唔見咗2嚿大石頭啫，係嘛？有乜咁大驚小怪啊？你係咁認為咯？當地人就唔係咁諗啦。因為呢2嚿唔係普通嘅石頭嚟嘅，佢哋話呢2嚿啊，直頭就係老宅嘅靈魂所在啊！呢一座張氏庭院係1911年當地一個叫做張合興嘅大財主所建造出嚟，喺解放之後被收為國有。由於庭院設計同埋工藝獨特，
曾經俾專家稱呢度為深山故宮，係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嚟嘅。而今次被盜嘅石像，正正就係張氏民居中精華入邊嘅精華。他有一個是人鑄成3年半，就是1200多個公里。那個石頭有5米7長，在很遠的那不是我們本地石頭，它以前就是沒得公路，全部是人工用鋼子，就是過抄襲者。嗱，古語都有云啦，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喺呢個地方，從選料、加工到運輸、建造，喺當時估計咧係耗費咗相當大嘅精力啊。所以呢100年嚟，冇人夠膽去喐呢啲石頭一下，但係亦都冇人估得到，真係有人及啱咗呢啲鎮宅之寶。而令人感到意外嘅係，老宅嘅靈魂石像失蹤之後冇幾耐，呢嗱張氏庭院入邊真係陸陸續續有怪事發生。劉興平，黃溪鎮文化站站長，喺得知張氏庭院被盜之後，佢心急如焚，但係偏偏咧又無計可施。於是佢係打算去張氏庭院嗰度巡查一下，好好檢查一下啦，確保唔會再出事啊嘛。然而，當佢第一日行入呢個庭院嘅時候，奇怪嘅事情就係咁發生咗啦。嗱，話說嗰日佢啱啱行入個庭院入邊啫，就咁聽到叮咚一聲，恐怖嘅怪聲，漆黑嘅老宅，令到平日好膽大嘅劉興平呢個時候個心都跳到卜卜聲啊！身體不由自主打咗個冷震。嗱，呢個時候夜深人靜噶啦嘛，老宅入邊更加係靜到應一聲。呢啲好似死咒咁嘅安靜，令到嗰個奇怪嘅聲音係一瞬間放大咗1000倍咁啊！聽上去又淒厲又恐怖，更加係令到劉興平有一種莫名其妙嘅緊張啊！佢停低腳，企喺大門口面前，用力咁唞啖氣。猶豫再三，佢咬牙，幾大係幾大啦！開始四周圍咁檢查起身啦。喺經過咗一番嘅仔細查找之後，除咗黑麻麻嘅一片寂靜之外，屋入邊冇任何嘅異常噃。不過，當佢檢查到咗水井附近嘅時候，平時波瀾不驚嘅水井，點解今日有啲渾濁咁嘅？似乎仲發出啲叮叮咚咚咁嘅聲噃。就晚上它發出給我特別的聲音，越響越很令人害怕。當地人就講啦，呢個水井啲水冬暖夏冰，無論出邊落雨落到冚冚聲都好啦，又或者係個天氣幾乾燥都好，水井入邊個水位係保持不變嘅。而最奇怪嘅係，去到今時今日啦，亦都冇人揾到呢個水井嘅出水口究竟喺邊度。這個水井的話就有1米5深，有1米5長，有1米5寬，它是個正方形的。就是漲水天的話，這個水的話它也不潑出來。還有就是像天乾的話，它也不水也不往下滲。這個水的話舀起來的話就它也沒沉澱。但係而家呢一個原先係風平浪靜嘅水井，竟然出聲啊！原先4季清澈嘅水質亦都變到咁渾濁。劉興平平時好大膽嘅，但係呢下佢真係心虛啦，唔敢再多作停留，擰轉身嗖嗖聲就離開咗座老宅。不過呢件事情喺當地亦都不脛而走噃，好多村民都話佢哋都聽過類似嘅聲響嘅。好大的聲音，叮咚的家伙。拿起亮就拿起電筒就走過去看，沒得啦。處楚被盜之後，古井開始有怪聲，村入邊呢下熱鬧咯。當地人個個都話啦，成100年都冇人夠膽喐呢啲石頭一下，而家一次過俾人偷走2個，肯定係因為咁驚擾咗古屋嘅主人咯。真的是叫來人的話土惡霸。村民口中所講嘅呢一個土惡霸，就係呢間屋嘅主人張合興，佢以心狠手辣而出名嘅。是為了害他，反正不得工資了，不得工資就只是種了水貨，他就是為了那幅圖來害他，還有說他的這個兒子那些都全部死完了。原來張氏庭院前廳呢4個柱楚
係由隔離鄉嘅石匠卓家兄弟所雕嘅，每個柱楚要雕刻3年。當時啊，因為張合興對啲石匠好衰嘅，石匠喺雕刻流雕右邊石像嘅時候呢，故意喺花邊上面雕咗一個雙牛姓春。就是他那個家的話就背在那個，他就是那個村頭上，就是這個5六8公里就是村頭上，就是背家，就是野鹿喊花，也就是那個村公圖，是一般就是那個商人上有這個村公圖的話，都是背家，家背的嘛，都是那個實際已經做了3年零6個月，做了就得不到工資，實際這個真的。當時張合興咧就冇發現呢個細節，直到入住3年之後先發覺，點解有咁嘅花紋嘅？於是就揾人追殺石像啦。然而就喺追殺卓家大石像之後嘅冇幾耐，張家嘅大小姐竟然靜靜雞同啲下人行得好埋啊！唔單止係咁啊，張合興嘅2個仔喺冇幾耐之後，亦都俾人攞咗條命啊！張合興見到咁啊，梗係驚啦！佢害怕佢哋屋企從此就會敗落噶，於是就揾咗2個工人，將自己屋企嘅金銀珠寶咧，全部埋咗喺自己嘅屋企入邊。然之後趁住啲工人休息食飯嘅時候，喺啲酒啊菜入邊咧落毒，毒死晒佢哋。隨後將寶藏嘅線索隱藏喺石墩之中。從此之後，張家財寶喺邊度，就淨係得張合興一個人知道啦。然而幾年過咗去啦，張合興離奇咁死咗喺一個落雪嘅夜晚。當地人有傳言啊，張合興死咗之後，佢嘅魂魄為咗要守護自己嘅寶藏，一路都留喺個石墩上面，唔願意離開。除此之外，呢座宅院仲有一個更加奇特嘅地方。這個天氣不好的話，就睡醒的話，就說看不到水，再起大雨也看不到水。張氏庭院入邊有5個4合院，4個天井。嗱，呢天井啊犀利啦！你就咁望埋去咧，基本上你係見唔到有任何嘅裂縫嘅。就算有啦，揾到條啦，都係幼到乜嘢咁。然而，無論個天上面落雨落到幾大，個地面都係冇積水嘅，排水又做得相當之咁好。咁有人就問啦，究竟天井入邊啲水流咗去邊度啊？當地人都係一問三不知。有人啊四周圍去揾個出水口啦，揾唔到。嗱，仲有人啊，為咗要證實呢一個講法，專登揾咗10幾個人一齊咧向個天井入邊潑水嘅。眨下眼咁大把啫，潑出去嘅水就好似俾啲咩抽走一樣。啲村民就講啦，夏天太陽大嘅時候啊，唔單止唔積水啊，咧唔使1分鐘啊，連水印都冇噶。但係呢度嘅地面明明係嚴絲合縫嘅噃，石頭本身滲透冇可能咁快吧？水究竟係從咩地方流走嘅呢？又流咗去邊度呢？唔通地底真係有咩機關暗道？睇過一啲武俠小說啊，或者係盜墓小說嘅人你都知道啦。但凡係地宮啊、暗道啊，都有一個控制機關嘅。機關一喐啊，乾坤挪移啊！當地老百姓就講啦，掌管張氏庭院地下排水嘅機關就係嗰4個石獅石像。點解咁講啊？因為有人曾經聽到過喺條柱嘅下面有流水聲，係真定係假呢？無法核實。根據當地嘅文物專家介紹，當時雕刻呢4尊石像總共係用咗3年零6個月，用嘅就係一對手、一把尖子、一個雕刀、一個錘，一日咁雕刻而成嘅，而且係冇圖紙嘅，全部係憑想像嘅啫。嗱，淨係呢一份嘅智慧同埋花嘅功夫，已經係相當咁巴閉啦。它那些石頭是經過海水排過的，是那些這石頭是很遠地方在海南拿過來的，不是我們本地方的石頭。那人民非常痛心的。80年的時候啊，這個是成都的啊，成都的到我們這裡來，想花了40多萬元想買走這個石雕，當時政府沒有賣掉，因為這是當地老百姓的，他們說我們不能當敗家子。村民諗極都諗唔明，
間屋支撐嘅基礎竟然都可以搬走，而成個過程當中係冇任何嘅動靜，烏燈黑火嘅噃。呢一班究竟係乜嘢賊嚟㗎？佢哋究竟係點樣偷嘢㗎？專業化，而且對現場很熟悉。你看上面還有那個，就是那個木柱頂的那個印子，就在。啊，就是那個。那個位置。明顯進出口是經過精心踩點，因為現場的位置和那個現場道路進出道路特別複雜，如果不經過事先踩點，絕對無法走正確。警方判斷呢一班嘅盜賊經驗老道，手法專業，對石像呢圖謀已久，係有備而嚟嘅。而當地人對石像嘅情感好深，所以警方判斷外地人作案可能性非常大。我們分析這個石像重達500斤左右，2個就是1000斤，必須有運輸工具，明顯的小轎車裝不下，這就排除，只能是麵包車或者其他的運輸車輛。順住呢個思路，警方好快脆從附近一間銀行嘅監控視頻當中揾到咗線索。錄像入邊呢一架小麵包車喺進入黃溪鎮同埋返回嘅時間，正好就喺警方推測案發時間嘅範圍之內。雖然架車睇唔清楚個牌照，但係好快脆發動群眾嘅方法有咗反饋。有群眾反映話啦，喺元月2號凌晨黔江嘅梅子關，曾經見到有一架外地牌照嘅車，車上面有幾個人講嘢有湖南口音。好快脆，警方順藤摸瓜捉到咗5名犯罪嫌疑人，罪犯落網啦。但係警方一啲勝利嘅喜悅都冇。點解啊？因為啊，短短幾日嘅時間，石像已經賣到去長沙嗰度啦。如果唔揸緊時間揾佢翻嚟，分分鐘賣到去省外，甚至乎係國外，追翻嚟嘅難度無疑就係越嚟越大啦。不過好彩，警方幾經輾轉呢，卒之喺湖南嘅永州揾到咗石像嘅第一個買主，同佢做咗好長時間嘅思想工作。呢個收購商咧認識到，哎呀，自己真係犯咗個好大嘅錯誤啊！於是佢亦都幫住警方聯絡到咗長沙嗰邊嘅買家。2日之後，石像卒之送咗翻嚟啦。而大家關心嘅謎題，呢啲賊人係點樣盜走頂住老宅之處嘅石像嘅呢？嗱，呢一個謎底，我哋廣告翻嚟之後再為你解密。睇起身無法實現嘅詭異偷盜，究竟係點樣完成啊？如有神在嘅石像，究竟隱藏住啲乜嘢不為人知嘅秘密呢？解密大行動正在為你解密。廣告翻嚟，繼續解密大行動。前面我哋講到啊，重慶黔江黃溪鎮有一個屬於文物保護單位嘅大宅院，被啲賊佬幫襯咗。盜賊神通廣大咁偷走咗原先支撐房屋木柱下面嘅柱下石像，而呢2個石像據聞呢，仲控制住成個宅院入邊嘅排水系統嘅。呢一個個嘅謎題究竟解唔解得開呢？嗱，繼續睇埋落去啦。石像卒之都翻到去張氏庭院入邊啦，但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嘅係，呢啲又大又重500幾斤一個嘅石墩，啲賊仔點樣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覺咁就偷咗去嘅呢？呢一班賊呢，合共係有5個人，佢哋嘅職業就係專門去盜竊文物。作案當日嘅午夜時分，呢班賊揸住架麵包車，帶齊晒作案嘅架撐，靜靜雞咁潛入咗黃溪鎮啦。其中嘅一個先從左側圍牆擒入去咗張氏庭院嘅馬棚度，打開咗左側嘅門，幾個人呢順利穿過半個院嚟到前廳啦。前幾頂放在底下，那個鋸子放在下面，就那個前幾頂壓是那個鋸那下去一點點，壓出來的時候，他們就叫我們帶嘛，就這樣子帶出來。呢班人啊，真係一班有技術嘅賊嚟嘅。佢哋做嘅第一件事情就係用事先準備好嘅千斤頂同埋長木棍頂開咗房屋嘅梁柱，咁樣樣屋頂咧就逐啲咁俾人哋翹咗起身啦，壓力就減少咗。5個人就開始分工協助，其中嘅3個不斷咁向外抽石像，2個咧同時向入邊塞木樁。為咗做到消音嘅效果啊，
無論係頂住屋梁嘅木棍，抑或係代替石像基礎位置嘅木樁，佢哋上下咧都加咗一層墊。原先佢哋打算係石獅、石像4個全部偷走晒嘅，但係估唔到嘅係，淨係偷呢2個石像啫，就嘥咗佢哋3個鐘頭。眼睇住係天蒙光噶啦，幾個人咧都攰到氣噓氣喘，而且呢班人心入邊都唔夠膽擔保啊！佢哋咁樣偷嘢焗屋頂，究竟會唔會冧？就算冇打緊自己，但係一定會好嘈噶嘛！到其時仲唔俾人斷正啊！於是連作案工具都未嚟得切收拾，就帶住2尊石像咋咋臨走人啦。石墩終於翻到咗原嚟嘅地方，然而劉興平就發現啦，半夜聽到嘅怪聲一路都存在住㗎噃，唔通真係驚擾咗呢間屋嘅主人？身為當地文化站站長嘅劉興平，當然就唔會相信呢一套鬼神之說啦。但係佢又解唔開呢個謎團，為此佢揾到咗管理員胡華，想要揾出其中嘅緣由。佢再都唔能夠令到怪力亂神之說蔓延落去啦。經過幾日仔細嘅觀察同埋研究，劉興平同埋胡華揾到咗成件事嘅關鍵所在。這邊的話就是這個就是水了，他以前的話就說是這個地主的話就說是違背他呢，就像那些保定啊、管家呀，一旦就是違背他的話，就給他弄到水內頭去做水了，裡面就是關係很深的水。水的話就是安全的胸口的字。張合興當年為咗要關押屋企入邊嘅犯人，專登修建咗一座水牢，而且由於當時穿越地帶土匪比較多，為咗要幫自己留翻條後路，所以喺水牢下面修建咗一條秘密通道。人家水那個裡它一個洞，它一個洞的話就是下面就是整個下面都是空嘅。歲月流逝，嗰一條逃生通道嘅洞口一早就塞住咗啦，但係嗰條通道就一路都存在住，而通道嘅方向咁啱得咁巧，就喺水井附近，因此通道入邊由於石塊跌落嚟等等嘅原因引起咗聲響，聽起身咧就好似係水井發出嚟嘅聲音。但係大家就因為石墩被盜，所以就聯想話係因為喐咗呢間屋嘅根基所導致噶咁。2座石像嘅唔見，夜半水井發出嘅怪聲，兩件事一前一後。而家我哋睇翻，真係冇咩必然嘅聯繫嘅。但係喺個謎底尚未解開之前，呢種嘅巧合往往就會引起好多好迷信嘅猜測啦。不過嗰啲精雕細琢、巧奪天工嘅石像，而家卒之叫做完璧歸趙啦。深山故宮呢，又回復咗往日嘅寧靜，好事嚟㗎。好啦，今期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期繼續解密大行動啦，拜拜。